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4篇，出埃及记第24章第1节到11节，约翰福音第21章第1节到1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又搁食又搁啉。食甲啉对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是毋是？咱讲无通食，上介无嘛，得爱有通啊啉，有通啊啉，就会当保全性命。因为安尼，咱看到出埃及记中间所记载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。因为无物件通食，无水通啉，就埋怨怪罪上帝以及上帝的仆人摩西。所以就有即个咱咧讲的那么的记载，以及玛纳的神约。上帝互以色列人食玛纳，拢总有40冬。一直到因进入伫迦南地迄一天结束，食甲啉真重要，是人生活的基本的需求。所以耶稣基督伫咧教导咱的即个主祷文中间，也有一句祈祷讲：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互阮。食甲啉对基本的需求，到伫养生的食甲啉，甚至也有到伫享受的阶段，也有真讨济，也有真讲究健康的。当然嘛，真侪物件食了无健康的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拄着真侪的困难。咱知影伊后壁有迄个真强甲勇的埃及部队咧追入，头前有红海的阻挡，伫旷野日子无有物件通食，无有水通啉，阁有亚玛力人，又阁有一大群足歹管理的以色列人。后来咱看到记载伫出埃及记19章。上帝呼召摩西来爬上西奈山时阵，上帝安尼甲伊吩咐。上帝对伊讲：“你落去警告人民，毋通超越这个界限来看我，若无会有侪人会死亡。就连着祭司也必须爱先洁净家己，才会通行我近我。若无，我要处罚因。”摩西对上帝讲：“你的子民袂当起来，因为你已经吩咐阮用这个山掠做神圣，并且伫山的边仔立这个界限。”上帝对摩西讲：“你落去，将亚伦带起来。但是祭司甲人民袂当搬过迄个界限来到我这。若无，我要处罚因。”因为安尼，摩西就落山，等于到伫人民遐，将上帝的话甲因讲。这是记载伫出埃及记19章21节到25节。伫遮，除了摩西、亚伦以外，含祭司所有的人民拢袂当搬过界。若无，就会拄着处罚，甚至死亡。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出埃及记24章第1节到11节，却是安尼记载：上帝对摩西讲：“你甲亚伦、拿达、阿比户，甲7个以色列的领袖，要来上山来到伫我遮。恁还阁伫远远的时，就爱来跪拜。只有你一个人会通到我的眼前，其他的人毋通我近。人民拢袂当甲你做伙来上山。”
摩西就落山，人民来传达上帝一切的命令甲规例。全体人民同声回答讲：上帝所吩咐一切话，阮一定会遵行。摩西甲上帝命令一一来写落来。第二天早起，伊伫山骹起一座坛，并且徛12块石头，每一个石头代表以色列12支族中间的一族。虽然伊差派一寡少年人上帝来献精神，做烧化祭甲平安祭。摩西就将精生的花一半滴伫个盆内底，一半压伫这个祭坛顶悬，然后人民大声来宣读约书内底所记载上帝的命令。人民拢讲，上帝所吩咐一切的命令，阮拢愿意顺服来遵行。所以摩西就摕盆内底的花压伫人民的身上，讲：这个花是上帝照着伊的诫命甲恁所立的印记。摩西、阿伦、拿达、阿比户甲7个以色列的领袖拢上山，因看见着上帝，以色列的上帝，伫伊的骹下，亲像有拿宝石铺伫个路的。亲像天顶的拿的色，上帝并无伤害这个以色列的领袖，因举目来看上帝，因做伙食，也做伙啉。经文特别记载着，遮有70位领袖，伫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叫做长老。因不但安尼。圣经记载，摩西、阿伦、拿达、阿比户以及70个长老拢上山。因不但是上山，阁得到平安，因为圣经记载，因也看到上帝，阁伫迄个所在甲上帝又阁食又阁啉。食甲啉代表活地，也代表关系。佫较是代表着上帝的祝福甲立约。耶稣基督佫活，伊的门徒来显现。门徒伫加利利海边重新做原来的工作，因为因呢失去因的老师，佫失去方向，失去信心。也为着要来逃闪罗马兵丁以及祭司的追杀，所以因就只好又搁闭转去伫迄个庄骹，重新来做原来的工作。但是国外基督因显现，这是第3摆。不但安尼，搁互因搁一摆来经历因受呼召的时阵的心热。再度掠鱼掠满满，耶稣基督又搁烘鱼，又搁烘饼，互因众人食。因甲主耶稣基督同齐食佮啉，亲像耶稣基督捌回答法利赛人的话讲：人子来也食也啉，大家却讲伊是酒肉之徒。甲遮会扣税甲歹人交朋友，但是上帝的智慧是对智慧的果子彰显出来。马太福音11章第19节，耶稣佫讲，新郎还佫伫迄个婚宴的中间的时阵，你哪会通叫来恭贺的人摕禁食呢？当然袂使。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5章34节。所以咱会通甲主同坐倒，就代表咱已经领受着迄个活的祝福。
是一阵蒙恩得福的人。当然，咱着甲主立约，着爱搁较积极来跟对咱的主耶稣基督。诗篇134篇，恁这会眠日伫上帝的殿得侍奉的仆人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恁着用圣所举起恁的手，称赞上帝。愿创造天地的上帝对錫安赐福气互恁。感谢耶稣基督赐阮救恩，赏赐阮日用的食物，互阮会通进入伫上帝的殿内底，甲主同坐倒，同欢喜，同啉食，领受主的恩典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